去哪儿？保安，这个周安是我好兄弟，以后你记住了啊！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我说的没系裤带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开始上课啊！这个周安呢？谁看到周安了？廖老师，你们班的周安在天台上呢。你们班的吧，廖老师啊？你还愣着干嘛？哎！想跳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事，你跟我说说。平时叽叽嗦嗦的，今天搞的动静还真不小啊。我们不是兄弟吗？你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。讨厌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。完了。我继父经常打我妈，什么都不敢做。在学校，他们天天欺负我，让我喝尿，欠我钱。今天当着那么多人面，把我裤子脱了，还不让穿。这事还真解决不了。要不你跳？跳啊！怕了？不然我陪你啊。啊！完事了吗？走。廖学兵，你可真行！
喂，廖老师，抱哪个学生睡觉呢？抱什么抱啊？今天周末呀。行了，别睡了，弄了几辆新车，出来玩玩。等我。喂，兵哥，兄弟们都想叫你回来，考虑考虑。就是啊，兵哥，我们兄弟一起飙飙车喝酒不好吗？当什么老师啊？其实当老师挺有意思的，我都上瘾了。哇塞哟，还上瘾？你不是自己找虐吧？哎，对呀，我不但在找虐，我还找到春天了呢。春天，春天是谁啊？春天要来了。你们不懂啊，你们说也没有用，这事儿非得成了才行，要不然你们说我吹牛。走了，去喝酒，去喝酒，喝一杯。算了，明天还要上课，今天到这儿吧，散了。哎，你这么认真啊？真的假的？你随便坐吧。好。吃了吗？吃了，那我自己吃了。廖老师，要不我给你做饭吧？吃泡面对身体不好。啊，你会做饭啊？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经常给她做饭。啊，那你坐去吧。老师，你这料不全，只能做成这样。好，我尝尝。味道不错啊，那你可以去赚钱了。哎，喝一杯。我不喝酒，一会儿还得打工去。打工？啊，打什么工啊？我在冷饮店上班。我不想我妈太辛苦，我想帮她分担点。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？老板人好，一个月给600。600，才600啊！行了，你别去打工了，你把这酒喝了，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还是不喝了吧？那行，那现在走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这儿上班。走。兵哥，好，白天叫你来不来，晚上一个人偷偷跑来看我。我给你介绍小兄弟，我的学生，大老板叫秋哥。阿秋哥好。听着你当哪样啊？到郁金香挖掘小弟。少废话，我需要。派那个小朋友来干嘛？就这样，孩子比较辛苦，我求你给他找个师傅。了解。小兄弟，我这里缺几个端酒水的服务生，想不想干啊？有没有600块一个月？然后白天要不要上班？因为我白天还得上课。 600块钱啊？
那我给你开3000块1个月，好不好？然后晚上7点上班，第二天2点下班，然后做得好我给你奖金。真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？随时都可以的。阿达，带这个小兄弟到后面换一套服身的衣服。等一下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安。好好干。哎，看不出来啊。平时铁公鸡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啊？好了，别玩我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对我的。既然都来了，喝几瓶再走吧。好。我的糖怎么在你这儿啊？谁写的？字写的很漂亮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内容也是很调皮的。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文学鉴赏会，还是先上课啊。刘老师，钟白请假了，这是他假条。这个钟摆为什么总是3天2头请假啊？廖老师，我回家打刀塔，钟摆。回家打刀塔是什么理由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刀塔是什么呀？只有钟摆那种大脑会发育完全的鸟人才能打到它。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最喜欢神女都市了。神女都市啊？什么呀？老师，你也太落伍了吧！《神女都市》是慕容冰雨主演的青春偶像浪漫都市连续剧，超级好看。我也建议老师你多回家看看，有助于改善那僵化的大脑。僵化的大脑？难道我已经老了，和他们都有代沟了？哦，对了，慕容冰雨下周会来我们中海举办演唱会，现在是一票难求啊。阿虎，你爸不是有关系吗？让他帮我们弄几张门票，你看怎么样？对呀，要票！这帮小屁孩上课不感兴趣，说到这些乱七八糟的，都是一个比一个强啊！安静！这个我们不如先上课啊。记得给我尼玛，又被无视了。难道老天不愿意我做一个好老师吗？我廖学兵这些年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没想到竟然搞不定这帮学生，真是晚节不保，晚节不保啊！看来关键时刻还是冰云最关心我，他一定是看到了我黯然神伤，所以想来安慰我脆弱的心灵。兵哥，别难过，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，是他们不懂你。冰云，你就别再安慰我了。虽然我习惯了孤独，
纵然被世俗所不理解，在我心里也是不在乎的。唉，兵哥，你又何必如此伤感？就算你失去了全世界，你至少还有我。冰月，兵哥，廖学兵，冰云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是 Super Teacher 冰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搞不定的问题。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怎么你不是专门来安慰我的吗？廖学兵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同事，但是我希望你自重一点。我跟你不熟，也跟你那些小太妹不一样。冰雨，叫我苏老师。廖老师，宋老师，廖老师不必灰心丧气。那苏老师这么对你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你想啊，她作为这么一个标准的白富美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我要是你啊，不如把这注意力转移到学生身上。哎，搞不好东方不亮，他西方亮。